大家好，歡迎嚟到矽谷雜誌。大家有冇諗過，點解我哋用 AI 嗰陣，佢係要逐粒字咁嘔出嚟呢？係咪 AI 真係要諗咁耐呢？其實限制 AI 速度嘅係硬體。喺2025年底，矽谷發生咗一場震驚全球嘅收購案，晶片霸主 NVIDIA 宣布豪擲200億美金去簽咗一間叫 Groq 嘅初創公司。呢間公司既唔係做 GPU， 亦都唔係要挑戰 NVIDIA 嘅訓練地位，佢哋只係專注做一件事，推論 inference 嘅極致速度。今日我哋就嚟深度拆解呢間由前 Google 工程師創立嘅傳奇公司，睇下佢哋研發嘅 LPU 語言處理單元點樣打破記憶力牆，以及點解強如 NVIDIA 都要用呢份史上最大規模嘅授權協議嚟鞏固自己嘅 AI 帝國。講到 Groq 就一定要提佢嘅創辦人 Jonathan Ross， 佢唔係普通人，佢當年喺 Google 嗰陣就係 TPU 嘅核心設計者之一。Ross 喺2016年帶領一班 Google 工程師出走，創立咗 Groq。當時大家仲瘋狂緊點樣訓練模型，但係 Ross 已經睇到一個未來。當 AI 模型訓練完之後，全世界幾十億人去用呢啲模型嘅時候，現有嘅架構根本應付唔到。Groq 早期其實好低調，佢哋最初將自己嘅技術稱為 TSP Tensor Streaming Processor。到 ChatGPT 爆紅，大家發現大型語言模型 LLM 需要極高嘅序列處理能力，佢哋先正式將產品重新包裝做 LPU Language Processing Unit。從2017年攞到1000萬美金種子輪，去到2021年變身估值超過10億美金嘅獨角獸。Groq 走嘅係一條同 NVIDIA 完全唔同嘅路，佢哋唔係要整一張全能嘅 GPU， 而係要整一部專為語言模型而生嘅噴射引擎。點解 Groq LPU 咁快呢？簡單嚟講，佢解決咗 AI 界嘅兩個噩夢：延遲 latency 同不確定性。首先係記憶體長，傳統 GPU 係用 HBM 高帶寬記憶體，雖然佢叫高帶寬，但其實啲數據係放喺處理器出面嘅，每次運算都要來回搬運，好似你煮飯要去街市買餸咁。但 Groq 嘅 LPU 係用 SRAM 靜態隨機儲存記憶體，而且係直接放喺粒 chip 嘅裏面。LPU 嘅記憶體帶寬高達每秒80 TB，係傳統 GPU 嘅10倍，數據唔需要等，一攞就有。第二係確定性執行，呢個係 Groq 最神嘅地方。傳統 GPU 好似一個繁忙嘅十字路口，有緩存 cache。有預測器，啲數據幾時到幾時行係不確定嘅，會產生抖動。但 Groq 係軟體定義硬體，佢哋嘅編譯器喺程式行之前已經排好晒每一粒電子喺每一納秒應該喺邊度。呢種流水線嘅架構令到佢喺行 Llama 3嘅時候，速度可以去到每秒300到500個 token， 比 GPU 快咗幾倍。試諗下，如果 AI 生成速度快到同人類講嘢一樣，甚至快過人類嘅速度， AI 代理先可以真正實現即時對話。到咗2025年底 ，AI 市場出現咗一個叫推論翻轉 （inference flip） 嘅臨界點，全球運行 AI 產生嘅收入正式超越咗訓練 AI 嘅收入。喺呢個時候 ，NVIDIA 意識到一個問題，佢哋嘅 GPU 雖然係訓練之王，但喺追求極致即時嘅推論市場 ，Groq 係一個威脅。於是 NVIDIA 出咗招，呢份200億美金嘅協議並非普通嘅收購。首先喺人才上 ，NVIDIA 唔單止要技術，佢哋仲直接請走咗 Groq 90% 嘅核心團隊，包括創辦人 Jonathan Ross。呢招係要令到對手好似 AMD 或者 Google 冇得同 Groq 合作。第二，亦都避開咗反壟斷調查。NVIDIA 好聰明，佢哋唔係直接吞咗成間公司，而係用授權協議同人才轉移嘅模式，避開咗 FTC 嗰啲繁瑣嘅反壟斷審查，確保技術可以即時整合。第三係整合落 Vera Rubin 嘅架構。NVIDIA 計劃將 Groq 嘅確定性邏輯同 SRAM 技術整合到下一代嘅 Rubin 晶片裏面，咁樣 NVIDIA 就會擁有訓練同推理兩把最鋒利嘅刀。呢個交易顯示咗 NVIDIA 嘅野心，佢哋唔單止要做硬體商，仲要成為 AI 經濟嘅作業系統。Groq 嘅故事話俾我哋聽，喺 AI 時代，速度就係一切。當延遲消失 ，AI 唔再係一個對話框，而係可以一個即時反應、即時思考嘅助手。雖然 Groq 嘅核心技術俾 NVIDIA 收編咗，但 Groq 本身仍然會獨立、實體運作，甚至仲攞到沙地阿拉伯15億美金嘅投資去起數據中心。你哋覺得 NVIDIA 咁樣大規模整合對手嘅技術，對 AI 發展係好事定係壞事？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哋聽。希望大家訂閱我哋嘅頻道，支持我哋製作更多科技資訊影片，我哋下次再見。